喺三藩市，你可以見識到金門大橋嘅壯麗，可以預見到矽谷嘅尖端科技點樣塑造我哋嘅未來，更加可以試下喺度尋找他鄉的味道啊！穿過呢個龍門牌坊，你就正式踏入成個北美洲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嘅唐人街，亦都係當年無數廣東先輩用汗水同生命堆砌出嚟嘅繁華熱鬧，堪稱係一部活生生嘅華南近代移民史。今日我哋就喺呢一個臥虎藏龍嘅地方捐窿捐罅，去重溫一下嗰一段橫跨太平洋嘅淘金夢啊！去品嘗過一種喺夾縫之下生存嘅百年味道。企喺呢個位咧，好感受到嗰種強烈嘅視覺衝擊。喺正背後就係啲玻璃幕牆反晒光、節奏急速嘅三藩市金融區。但喺你面前嘅咧，就好似叮當嘅隨意門咁款啊！一秒帶你穿越翻去充滿傳統東方氣息嘅世界。呢個牌坊咧就係分割現實同歷史嘅大門。佢落成於1970年，天下為公就係孫中山一直追求嘅嗰種理想中嘅大同世界。呢個牌坊採用三門四柱嘅格局，跟足傳統村落牌樓個標準。個頂鋪到綠色琉璃瓦，屋脊上面仲有雙龍戲珠，仲有里約龍門嘅陶瓷雕塑。喺呢半個世紀以嚟呢，呢個牌坊就好似一個企喺村口嘅德高望重老人家，見證住唐人街嘅繁華起跌。穿過天下為公，你係等於正式踏入咗唐人街嘅結界啦。沿住呢個嘅主軸 Grand Avenue 一直行呢，所以跌入咗一個時空隧道咁款。兩邊一排排好有特色嘅龍柱路燈，正正就係呢度嘅標誌。栩栩如生嘅金龍上面頂住一個好似燈籠咁款嘅罩。咁話說，當年三藩市大地震之後呢，唐人街為咗洗脫以前俾人嗰一種好龍蛇混雜、好烏煙瘴氣嘅負面形象，所以特登將成個社區包裝成一個充滿東方神秘色彩嘅旅遊景點，向外國人展示出一種佢哋想象中嘅東方魅力嘅。咁呢啲龍柱路燈呢，就係當年留落嚟嘅心血結晶啦。順住格蘭大道行多幾步，去到 California Street 嘅交界呢，會見到兩棟好似孖生兄弟咁款嘅奇特中式建築。咁講緊嘅就係 King 城同 King 法呢兩棟大樓。喺1906年三藩市大地震嗰時呢，唐人街幾乎被夷為平地啊！你要知道當時嗰排華情緒仍然係唔惹少嘅，所以人哋見住你個竇口變成頹垣敗瓦，就想話乘機將唐人街趕出市中心呢個黃金地段。係擺到明趁你病攞你命噶啦。咁好在當時嘅華商領袖極力爭取啊，仲請咗美國建築師用當時最先進嘅建築技術同材料，但加入翻中式嘅飛檐綠瓦亭同樓閣呢啲元素，咁設計出兩棟充滿所謂東方色彩嘅大樓。最後佢哋唔單止成功保住咗唐人街嘅地盤，亦都算係催生起美國各地唐人街嗰個中西合璧嘅獨特建築風格。咁所以呢兩棟依家望落有啲不倫不類嘅大樓呢，其實有住相當不平凡嘅里程碑級數歷史底蘊。轉過幾個街口嚟到唐人街嘅心臟地帶呢，就係呢個被稱為唐人街客廳嘅花園國廣場啦。每日由朝到晚，你會見到一大班公公婆婆喺度捉棋、耍下太極、拉下二胡、唱下粵曲咁樣。唔好睇個款咁其貌不揚啊！呢個廣場其實可以算係三藩市嘅發源地嚟嘅。喺1846年，美國打贏墨西哥，霸咗呢個當時仲有叫做 Yuba Brenner 嘅地盤翻嚟。咁美國國旗呢，就係第一次從呢度升起噶啦。當年無數華工千辛萬苦搭船嚟到舊金山，第一時間踏足嘅就係呢度附近。呢100幾廿年嚟，見證住無數新移民嘅迷惘同希望啊！不過呢一種咁濃厚嘅人情味呢，睇怕又有變數啦。
呢個公園其實依家進行緊一個為期2年嘅翻新改造工程，所以我6月頭咁啱咧，就算係影到佢依家呢個樣嘅最後一面。嗱，咁不過冇嘅，咁10年人事幾翻新啊嘛，係咪？執着於外觀意義不大啊。咁不如跟住落嚟，我哋睇下啲實在啲嘅嘢啦。嗱，講到唐人街嘅傳奇食肆，點可以唔提三和粥粉麵呢？呢間百年老店就喺度正花園角廣場嘅隔離。哇！佢喺呢一頭真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嗱，雖然依家係搬咗去新鋪啦，但嗰一份平民飯堂嘅靈魂依然喺度啊！首先嚟試下佢哋個招牌啦，呢個叉燒腸粉，你冇睇錯，佢哋個叉燒腸就係咁嘅樣，而且仲要係凍食嘅添。佢哋用相當之厚身好煙韌嘅皮嚟包住份量十足，除咗叉燒之外，仲有芫茜同蔥喺裏面嘅餡，同我哋平時食到嗰啲係晶瑩剔透嘅熱辣辣又薄又滑嘅布拉腸粉完全係兩回事。不過講到最破格嘅呢，係佢唔係配豉油啊，而係跟一碟黃芥辣。哇，嗰陣味真係一言難盡，又鹹又甜，夾雜住芫茜味仲未夠啊，仲有共味嘅黃芥辣咁樣一嘢轟埋嚟。哇，真係屹立100年嘅老店，果然有翻2道獨門絕招啊！你真係唔好帶住話平時對於粵菜嗰個印象嚟食。就例如呢一碗雲吞麵咁碗，都係一個自成一派嘅一個美式唐人街嘅風格。首先呢個湯底已經唔係一個清澈鮮香嘅大地魚湯，而係用豬骨同雞肉熬製嘅濃味湯底，而且啲麵咧都唔係嗰啲好爽口帶有鹼水味嘅幼麵，而係用粗身啲嘅蛋麵。即係點解會係咁樣嘅味道同配搭嘅呢？咁呢個其實咧正正係早期一個唐人街華工嘅生活縮影。你諗下，當佢哋做完極度粗重嘅體力勞動，需要嘅唔係一啲精緻嘅食完得個空虛寂寞凍嘅細蓉，而係要一個又平又大碗、要多肉厚皮嘅飽肚實在嘢嚟醫肚。咁所以呢啲望落，你覺得以為算係一個粗嘢呢，其實成為咗三藩市唐人街獨有嘅 comfort food。三和賣嘅唔係精緻，係一份陪伴住華人社區幾代人嘅街坊情懷。可能你會好奇，腸粉同雲吞麵有咁嘅變化，咁點心又會唔會有咩獨特嘅口味呢？咁就不如嚟睇下呢一間全美國歷史最悠久嘅茶樓香雅茶室，相當之唔起眼嘅門面啊！自從1920年開業至今咧，已經屹立咗超過1個世紀噶啦。對於當時嘅華人嚟講，呢度係街坊聚腳，係交換家鄉情報，甚至係揾工作機會嘅重要社交場所。後嚟甚至全美華埠小姐，仲有三藩市嘅政商界名人都曾經喺呢一度嘅座上客，留低過無數衣香鬢影嘅回憶。咁我原本以為佢裏面會好似上環嘅蓮香樓咁款啦，係咪？但佢依家呢個樣咧，其實似係一間茶記，即係佢某啲位好有年代感嘅，但整體而言咧，又好似係將茶餐廳同酒樓溝埋一齊咁款。佢既有傳統嘅影子，但有好多位又少少叫做與時並進咗，所以係幾一言難盡嘅。嗱，講到嘢食啦，香雅茶室嘅賣點咧都係大件飽肚，就例如佢哋呢個招牌叉燒包咁樣。嗱係啦，呢一個睇落似係一嚿饅頭嘅，其實係叉燒包嚟嘅。好，咁我哋唔好執着於賣相先，我哋搣開佢嚟睇下，相當鬆軟嘅包同埋完全唔吸引嘅餡。講完噶啦，即係我諗我大概理解到啦，即係呢個主打嘅係一個實而不華嘅點心，所以應該都真係自己親手包嘅。因為如果係人哋工場交貨過嚟嘅預製點心嘅話呢，應該個賣相唔會係咁嘅樣，同埋個份量都唔會咁足。但就算講翻味道同火候呢，都係比較強差人意些少，即係有啲可惜嘅一個位就係一個咁有歷史底蘊嘅100年老字號，但傳承唔到老派點心嘅型同埋神。點形容呢？即係你想象下，就好似一個意大利人坐喺披薩克裏面食披薩嗰個 feel， 大概就係我當刻個心情啦。嗱，咁係咪離鄉別井就一定保留唔住傳統美食嘅精髓呢？唔係嘅。嗱，就例如呢一間好旺角點心。你乜都唔使講，淨係望下門口呢一條隊已經係信心保證啊！
班阿姐手腳勁快，可以全程用廣東話溝通，一邊問你要咩，跟住禮手咧就已經夾埋入外賣盒，再收埋錢噶啦。成個過程一氣呵成，半句 small talk 都冇，好典型嘅港式效率。因為呢度淨係做外賣啊，所以真係做到大件夾抵食。你睇下佢賣嘅嘢係咪好有時光倒流40年嗰個 feel 啊？快靚正，仲好味過鄉雅茶室添。嗱，得我自己一個，求其企喺街邊邊行邊食，拍幾件點心都可以當一餐。但平時喺屋企要煮啲好嘢俾呢一個揀飲擇食嘅3歲豆丁呢，就唔能夠將就啦。好在我揾到一個湊仔神器啊！依家準備3餐輕鬆好多。講緊嘅就係呢一部 Tiger 虎牌日本製 IH 迷你電飯煲。佢外形的式，專為小家庭而設得勁慳位，而且內涵豐富，用咗 IH 電池感應加熱技術，配合埋5層遠紅外線特厚內鍋，火力夠晒均勻，煮出嚟嘅飯粒粒飽滿，香甜彈牙。用呢啲咁靚嘅飯整呢啲一口飯團或者小壽司，老闆食唔停口添啊！最貼心嘅呢，就係佢特設咗一個量少速煮模式，啱晒我呢一啲生活節奏快嘅香港人。放工返到屋企，好快就可以開飯啦。好啦，食飽飯，仲要帶個仔落街放電。佢次次都係出盡晒全力去跑，但以前一叫佢飲水呢，就阿崩叫狗，越叫越走。後嚟先發覺，原來好嘅包裝係咁緊要啊！呢一款 Tiger 虎牌兒童雙蓋兩用不鏽鋼保溫杯，我揀嘅係350毫升嘅日光黃色，勁 sharp 醒。我中意佢呢個專用杯袋嘅前面呢，仲有一個細細格嘅多功能拉鏈袋，啱啱好夠佢可以擺啲最心愛嘅細玩具或者零食，變成佢專屬嘅百寶袋啊，勁方便。加埋條防線斜孭帶，平時跑跑跳跳都唔驚會跌咗或者漏低咗個水樽。佢呢係一個雙蓋兩用設計啊，睇你係想直接飲定係倒落個杯仔度飲都得。配埋 One Push 設計，單手一撳即開蓋，就算係小朋友自己都可以輕鬆搞掂。嗱，所以各位爸爸媽媽，如果你都想好似我咁輕鬆湊仔呢，依家就去 Tiger 網店嘅育兒必備專區嗰度睇下啦。記得埋單嗰時用埋我哋頻道嘅專屬優惠碼，依家只要購買日本製電飯煲滿1800蚊呢，就可以即減100蚊，仲獨家送最新款嘅 Tiger Eco Bag。如果單買兒童水樽都一樣享有95折優惠㗎。想買得精明又幫到手，咁快啲用我哋優惠碼去入貨啦！好啦，翻嚟繼續我哋嘅尋找他鄉的味道。喺三藩市唐人街呢，有2大傳奇餅家。先嚟睇下呢一間創立於1924年嘅東華餅家。佢係美國歷史最悠久嘅中式餅店啊，連美國總統嚟呢一度都會幫襯嘅。咁佢最出名嘅呢，就係自家炒嘅蓮蓉，所以蓮蓉月餅啊、老婆餅呢啲呢係佢哋嘅招牌嚟嘅。不過我就揀咗一款好特別嘅嘢嚟試下，呢個咖啡脆餅。簡單嚟講呢，就喺海綿蛋糕之上鋪滿焦糖咖啡脆脆，咁嘅配搭係相當之有美式唐人街個特色。但你又唔好話，其實係出奇地竟然幾好食喎，所以難怪可以賣足100年。嗱，咁另一間餅家呢，哇，呢個更加有睇頭。佢開喺呢一條以前好龍蛇混雜嘅巷仔舊旅順巷嘅裏面，都仲未見到招牌，離遠喺巷口已經聞到香味噶啦。個源頭呢，就係呢一間啊，從1962年開業至今嘅金門餅料。喺度最正嘅呢，就可以親眼見識到 Fortune Cookie 嘅誕生過程。個主角就係呢啲好有歲月痕跡嘅半自動烘焙機。部機接啲麵糊落鐵板嗰度，咁轉一圈烘熟咗啦，就變成一塊熱辣辣、軟腍腍嘅圓形薄餅。咁啲阿姐呢，就喺塊餅攤凍變硬之前嘅嗰短短幾秒之內呢，執起塊餅，塞入一張印住幸運字句嘅字條入去，然後對接，屈成有啲似望落好似一個金元寶嘅形狀。嗱，佢成個過程係好行雲流水嘅，睇住佢哋不停咁接呢一種充滿節奏感嘅手藝，不知不覺睇咗20分鐘，完全都唔覺得悶。嗱，講到 Fortune Cookie， 以前啲鬼佬呢真係以為呢一個係中國嘅傳統嘢嚟嘅，因為喺呢度嘅中菜餐廳食完飯呢，侍應連埋張單送上嚟嘅一定有咁樣一個幸運籤餅，所以你都冇得話真係怪佢哋誤會咗。
咁但其實呢 Fortune Cookie 嘅真正發源地呢係日本嘅京都。早喺19世紀，當地嘅神社附近已經有一種叫做卒之烏拉仙貝嘅傳統小食，都係咁嘅樣嘅，裡面夾住一張寫住吉凶嘅籤。不過呢一款煎餅係用黑芝麻同埋味噌整嘅，顏色深啲、大塊啲，味道偏鹹香。咁後嚟呢一種小食跟住日本移民嚟到加州啦，並且改良咗味道啊，唔落味噌，加入咗美國人中意嘅牛油同雲呢拿，味道由鹹食變成甜食。咁之後去到二戰嗰時呢，美國同日本水火不容，喺度嘅所有日本鋪頭全部停業啊。咁而咁啱呢，中菜餐廳處於擴張期喎。啲餐廳老闆好需要一種平價嘅有東方色彩嘅啲鬼佬唔抗拒嘅飯後甜品，於是呢，充滿生意頭腦嘅華人廠商就睇準呢一個真空期，全面接手咗 Fortune Cookie 嘅生產線，跟住順手將簽文由日文改成英文，講下金句，講下幸運號碼，仲變成咗中菜餐廳埋單必送嘅一個指定動作。過咗好幾年之後咧，大家潛移默化咗，將 Fortune Cookie 默認咗成為係中餐文化不可或缺嘅一部分添。所以話有時食物嘅歷史咧，真係會比電影嘅情節更加曲折離奇啊！嗱好啦，寶物沉歸底，嚟到今條片嘅尾聲咧，想分享一下喺我眼中具有代表性嘅唐人街餐廳。講緊嘅就係眼前嘅呢一間創立於1920年嘅遠東樓啊！咁就一下識入唐人街最頂級、最顯赫嘅上流交際場所。嗱，話說我食完香雅茶室之後呢，我對呢啲老字號已經係降低晒期望值噶啦，所以我入到嚟見到呢個樣係超級有驚喜啊！呢度可以話係完整咁保留住100年前嘅嗰一種富麗堂皇，同埋真係經過歲月洗禮嘅古色古香。咁而講到最搶眼嘅呢，一定係天花板掛住嗰幾盞極之巨型，由中國訂製再運過嚟嘅古董大燈籠。哇！你真係要望真啲，佢嗰啲做工係幾咁精雕細琢。喂，呢啲無價之寶嚟嘅，爛咗根本完全唔知道邊度揾師傅嚟整，係咪？嗱，不過要講到話最特別同埋堪稱係罕見嘅設計呢，就係佢仲保留住以前嗰一種木製嘅包廂。嗱，有乜咁特別呢？同埋點解要設計到咁隱蔽呢？呢個呢，其實反映咗早期唐人街嗰個社會結構。嗱，嗰時堂口林立，中餐會、商會嗰個勢力極大啊！咁呢啲私隱度高嘅包廂咧，就成為咗當年各大社團話事人、啲商界大佬、各路神仙喺度傾生意、講數、分餅仔嘅最佳地點。咁所以入到嚟咧，真係好似坐咗入去啲時光機咁樣，嗰段江湖歲月、嗰片衣香鬢影嘅繁華景象，好似仲好歷歷在目嘅，真係大開眼界。嗱，不過咧，可惜嘅就係呢度嘅出品真係稱唔上大飽口福。嗱，我叫店員推介2味撚手小菜，因為我得一個人啫嘛，我胃口有限啊。但佢推介嘅呢一個合桃蝦同埋之後嘅呢一碟炸子雞，我都真係唔講咁多啦。相信大家估計到啲水準係幾咁令人失望噶啦。嗱，咁又講翻轉頭啊，時代變遷，唐人街嘅美食當然都係不斷有進化嘅。如果要數話大家公認近呢10幾20年最能夠代表到三藩市唐人街粵菜水準嘅地方呢，咁呢一間嶺南小館就可以算係新一代嘅門面啦。已故名廚 Anthony Bourdain 都讚不絕口啊！而且你望下個客流量，說明咗好多嘢噶啦。我一丁有啫，胃口有限，所以唯有集中火力嗌一隻佢哋最出名嘅椒鹽大蟹，用嘅係本地新鮮嘅 Dungeness crab。斬件之後炸到金黃酥脆，外殼黐滿野味嘅椒鹽同埋炸蒜，個蟹肉仲保持到鮮嫩多汁嘅喎。呢啲就真係 finger licking good 啦，唔係啲咩話好考功夫嘅嘢，但一句講晒好食嘅。其實唔平㗎，嗱，連埋20蚊 tips，講緊109蚊美金。嗱，不過起碼我唔係皺住眉頭咁食，而係可以笑住咁走，雖然真係貴嘅。好啦，咁講到嚟呢度，今集內容都差唔多啦。
三藩市唐人街嘅每一條巷、每一棟樓、每一碟餸，背後都有佢無可取代嘅故事啊！呢度嘅味道經歷過排華法案嘅打壓，經歷過大地震嘅摧毀，經歷過幾代人嘅打拼，咁最終喺呢一片異國嘅土地上落地生根，甚至開創出屬於佢哋自己嘅一派風味。唔嫌我長氣嘅話呢，我想分享多一段小插曲。咁話說我喺三藩市嗰幾日呢，竟然咁有緣分撞啱Eileen被三藩市管弦樂團委任成下任 music director 之後嘅第一次表演。今日雖然我對呢一方面嘅認識係零啊，但無論如何，一定要支持下呢一位香港之光。可能大家未必意識到呢件事有幾有突破性，即或者我咁樣形容下呢，就係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成為呢一個全世界 Top 20嘅管弦樂團嗰115年嘅歷史裏面第一位女性嘅 music director。嗱，你仔細消化一下，跟住再回想翻今集我講以前啲華人面對嘅困境，咁可能就會更加理解到呢一個成就係幾咁 remarkable。嗱，唔講咁遠啦，如果將來大家有緣嚟到舊金山，你覺得不妨真係嘅可以放慢下腳步，去呢啲老字號幫襯下，同啲伙計傾下偈，因為呢啲味道食得一次得一次噶啦，每一次品嚐都係對嗰一段歷史最深嘅致敬。好啦，今集尋找他鄉的味道就嚟到呢一度。中意呢條片嘅記得俾個 like、shar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闖蕩美帝陸續有嚟啊！我哋下條片再見。